老人家，这个鸡蛋怎么卖的1块钱个。？1块钱一个啊？哎，全部给我包起来吧。好嘛。全部要了啊！好好好。21、22、19个，就是59块。59个是吧？来，乖了，钱不够退的哦。没事的，老人家，差几块没事儿啊。要不要走嘛？老板，好多钱？10块钱。老人家，你这钱好像是假的嘞。假的怕不会哦。肯定是假的，你看嘛，你还有其他钱没得？乖了，乖了。你身上还有其他钱没得哦？乖了，乖了，没得哦，这个啷可以交哦？我不管你，赶紧给我想办法哦。爷爷怎么办？我不管你，快点给我想办法。老人家，你能把钱给我看一下吗？老人家，这钱不假，是有点旧而已，我换一张新的给你。来。哦，原来是那个的哦。爷爷，天都快黑了，我们走路回家吗？老人家，你家住哪里啊？我送你们回家吧。这个不好的嘛。没关系的，天都快黑了，我送你吧。他们都细心的哦。我要到那边坐。在那边是吧？我的车在这边，走吧。走走走。老人家，今年你高寿啊？叔叔，今天我爷爷81岁了。小朋友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叔叔，我知道5一劳动节，第2天就是我爷爷的生日。哦，那你爸爸妈妈呢？他爸爸妈妈们都出门去打工去的。白了头，儿的心里真的好难受，多想把爹娘青春挽留，恨透时光小福啊，快的走，不禁想起儿的小时候，常常骑在你们的肩头。我把位置发给你，是吧？忙碌碌多少春秋，为了儿女吃尽了苦头，想给老爸斟满一杯酒，想给老娘梳一梳头，可惜儿在外不左右，爹娘的爱情还也还不够，想起爹娘泪儿流，身体健康牵挂我心头，不知下回见面时。老人家，生日快乐！你们这搞的哪样名堂哦？老人家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们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们这年轻人哦，太有心了哦。没事的，老人家。哎，小子，去把那桌子搬过来一下啊。
穿一下看合不合身。老人家别坐。这是给小朋友买了双鞋。哇，鞋子！不忙穿哈，我们上街的时候再穿哈。好的，爷爷。想给老爸斟满一杯茶。不能陪左右，爹娘的爱情还也还不够。抖音。